中東地區軍事衝突持續緊張，全球供應鏈再度面臨考驗。物流業者表示，海運燃油附加費已經增加10%至20%，建議貿易商囤積貨物，優化港口選擇。本國華人食品進口商就指出，由於過年之前入貨充足，可以暫時避開呢一波物流加價潮。華人食品進口商嘅貨倉入面，目前貨品仍然充足。呢批貨其實係過年前嚟到加拿大，亦都好彩有呢一批貨，對於目前控制市場物價可能產生幫助。以目前來講，因為我們的 inventory 還夠，因為我剛剛跟你講，就是說 Lunar New Year， 我們一般進口商都進了很多貨櫃，所以目前來講都還夠去供給這各個超市，所以說目前來講，我們沒有去再去做一個調整。華人食品進口業者表示，今年農曆年消費者購物相對保守，所以庫存仍然充足。不過中東戰火引發油價飆升，部分船公司甚至出現扣船嘅情況。但係物流業者認為，對於本國影響有限。我哋加拿大咧好多船航運業咧係靠中國，中國咧其實咧因為呢幾年嚟講咧，其實佢嗰個出口量都慢慢減少咗嘅，其實比嗰陣時係少咗啲嘅。咁因為個關稅問題，所以咧其實嗰個空置率嗰個 container 嗰個空置率咧仲係有嗰個空間喺度，所以咧唔係話影響太大。物流業者補充，每年3、4月啱啱好係國際貿易淡季，可以降低物流嘅衝擊。但係5月之後，如果地緣政治仍然唔穩定，本國嘅貿易廠商要入貨嘅話，可以使用替代港口嚟降低油耗成本。Actually, there's another called Prince Rupert, which is maybe a little north on Vancouver. If we consider that one, maybe 2 days a little shorter. So if we consider 2 days, means what is the oil expenses will be much lower. 不過食品業者擔憂嘅係，廠商目前盡量避開出貨，船公司為咗維持利潤，採取拼船嘅策略，推遲船期，變相增加進口商嘅存倉成本。但係喺本國各省調貨嘅物流費用水漲船高，溫哥華去到多倫多之間嘅運輸成本更加顯著上升。本來一個 ski 哦，一個站班哦，300塊，後來變就要漲到600塊，或漲到800塊，啊，這就是油價的問題嘛。所以說我就跟溫哥華那個公司講，盡量有時候它不夠貨嘛，啊不夠貨要從這裡調過去嘛，那我盡量就跟他講說，盡量哦，你要control你的 inventory。為咗因應高昂嘅內陸運費，進口商要求分公司強化需求預測，減少跨城市調貨產生嘅成本。但係食品存在有效期，大環境如果冇辦法進一步改善，物價要持平，恐怕將會面臨挑戰。